咱头拄则讲到明仔载就要入冬啊，这几天确实是有较凉冷，所以就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这呼吸道的疾病是又搁要开始流行啊。符合资格民众，也有时大和慢性病的患者，都要赶紧去做公费流感的预防针。天气反凉，秋冬开始是呼吸道疾病流行的时间。疾管署估计，到旧历过年进前是流感、新冠肺炎流行期。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指出，去年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有8962人，其中65岁以上时代占89%。医学会呼吁年岁较大、有慢性病的民众要特别要意。除了大家最近广为知道的流感、冠状病毒，另外有一个就是肺炎的细菌，包括主要的是肺炎链球菌，60几岁的人的长者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身体有很多疾病的这些人，原来有肿瘤的人，原来有慢性肺病的人，原来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甚至原来有免疫性的疾病、慢性肾病、代谢疾病，包括糖尿病等，这些都是各式各样感染的高风险族群。另外，医学会也指出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抗生素使用量有增加，造成全球有抗药性细菌的比例大幅度提悬。医学会讲，若细菌抗药性提悬，肺炎重症、慢性病、手术的病人，若互人围着，可能因为无有效的抗生素通用，就有性命危险。比如说像口鼻的患者，住院加上抗药性细菌的感染，它会延长住院3到5倍。如果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解决，到2050年，估计我国每年会有3.3万人直接因为抗药性细菌感染而死亡。医学会提醒民众，若去互医生看，莫主动要求开抗生素，也唔通家己买抗生素来食。另外，做新冠、流感、肺炎研究困这个预防针，唔但会当避免破病，也会当减少使用抗生素。记者讲，王庆忠台北报道。